来关心环境，欧洲上悬的活火山——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是搁一摆喷发。另外，伫冰岛的西南部火山即嘛咧震动。2礼拜来，当地已经发生上万件地动，当地政府就研判讲，即几日有可能火山就会爆发，所以已经赶紧甲4颗链等4000多人赶紧撤离。正出名的景点南湖温泉嘛，已经关起来啊。红红干将伴随真高火山灰喷向天顶，意大利埃特纳火山礼拜二搁喷发，半暝风浪一直响，干将喷飞景象互人真惊吓。那为伫北澳冰岛也当面临火山喷发的威胁，首都雷克雅维克西南方大约40公里的西港城镇格林达维克24点钟来发生约800摆的地动，现场已经有真侪道路出现必顺放弃、民家也有毁损的情形。当局研判涂骹底干将活动的情形已经毋捌看过，地开工已经为5公里深，请到离地表800公尺深的所在，摆来紧急撤离当地4000个居民。What we're seeing now really is an unprecedented event. We are really talking about velocities for this process and volumes or inflow rates that are much higher than what we have been seeing in the peninsula so far. 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最近3年来，捌3摆火山喷发，过去岩浆沿着地表必顺，形成小型喷泉的特殊景观，捌吸引不少国际观光客来看。因甚至就地伫火山边野餐，还是利用岩浆节能，讲这是难得的体验。也毋过科学家研判，目前涂骹底已经形成15公里长的熔岩必顺，为着地一路延伸到海底，其中任何一个所在，拢可能成做岩浆喷发口，一旦伫陆地喷发，会造成严重冲击。那撤离的民众礼拜日小镇第一站登记摕重要物品，对可能失去家园真烦恼。We just take every chance we have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the house because we have no idea whether we ever can go back or not. Or 当局除了疏散格林达维克居民，搁较烦恼附近的地发电厂甲淡水水库等基础建设地咧受灾殃。那当地有名景点南湖温泉较早已经被关起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